又有一位類似貝多芬、牛頓，患上 ADHD 天才即將誕生。嗰個人就係我。係你好似自豪啲。我阿媽用咗畢生嘅力氣。靚牛頓我係貝多芬加埋生咗佢出嚟啊！用咗畢生嘅力氣。生咗個咩？莫扎特。之前成日喊，班尼成日喊啦，唔識得表達，發脾氣啦，打自己都試過。甚至乎1年班嘅時候，佢行為倒退，去失禁。我記得1年班第一次俾人打嘅時候，醫生同我講6年喎，點解啊媽媽？係佢叫我轉行。原來嗰種不被諒解、不被明白同埋不被接受嗰種感覺係好難受。我成日覺得好似呢個世界唔容納佢。佢同我講媽咪，我想有朋友。我好記得嗰張紙同我講，我冇諗到佢會成張咁嘅紙同我講呢番說話。我呢個世界有病啊，媽咪！我心好痛，你明唔明啊？你知唔知啊？你感唔感覺到啊？但係我對唔住啊，嗰一刻我乜嘢都做唔到，我除咗攬住佢喊，我唔知我仲可以做乜。我覺得我自己，我讀咗好多嘢，原來當所有嘢出現喺你身上嘅時候，原來所有嘢都乜都做唔到，淨係得一樣嘢可以做到，就係攬住大家一齊喊。嗰種無助感已經唔係咁，每一次作為咁嘅時候，每一次我覺得自己好冇用。即係在我自己心態嚟講，我覺得佢係一個冇病嘅小朋友。即係如果你以一個心態 ADHD 嚟一個對待咁，即係以呢個名字嚟對待一個小朋友，我覺得係好唔公平。標籤，你冇病啊？俾人標籤啊！即係我自己嘅心態就係話，我當你一個普通小朋友對待咯，係咪先？好開心！我第一時間同甄姑娘講，我中咗。喺過程之中，我學習佢冇技巧，冇壓力。原來一幅畫冇話靚唔靚，只要你覺得佢靚，佢就會靚。同埋喺個過程裏邊，我認識到好多同路人。我藉着酒精水墨畫裏邊，我可以釋放自己嘅情緒。有時冇話特別去畫啲乜嘢㗎。酒精水墨畫一個好處就係，只要你睇你想釋放嘅顏色擺落嚟，經過酒精，經過嘅運行，其實你可以出點你意想不到嘅嘢嘅。你以為佢係唔好咩？其實最攞尾出嚟嘅嘢，又覺得佢幾靚喎。所以我好中意呢個酒精水墨畫，令到我都有好大嘅改變，因為佢可以舒緩到我嘅情緒。佢係喺呢度上咗個遊戲治療之後，學識慢慢去表達佢自己喺學校嘅情況，嗰個欺凌嗰個陰謀，我見到佢慢慢走咗出嚟，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咁樣都匿喺自己喺間房度啊，冇自信啊，日日都話自己係垃圾。以前我成日聽佢講垃圾啊，由朝講到黑。我就喺 Facebook 揾到張嘢，就係10大垃圾，你要中10大先證明你係嚿垃圾。你冇中晒10件嘢都唔係垃圾。其實我提醒佢唔好覺得自己係件垃圾。以前好灰嘅，點解呢樣嘢唔得啊？點解嗰樣嘢唔得？點解呢樣嘢唔得？大上嚟之後，發現仲有一度接受我嘅，其他嗰啲同學仔就話：你黐線嘅，你嗰啲諗法係唔 work 嘅，就係咁樣咯。當我個世界俾人咧消滅咗咧，就話有啲失望。全部嘢灰晒，灰飛煙滅咗。咁但係喺遊戲室你發現係點樣嘅咧？俾人拆咗都幾好，重新創作，重新去到思考。生活上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助到咧？樂觀咗令到我。如果我唔係受到好多次嘅傷害，我都唔會寫呢篇宣言。啊！你講起傷害，媽咪有樣嘢真係好想問。係咪？你點樣可以訓練到咧？你受過一次又一次咁長時間嘅傷害，
但係你從來都冇一個傷害人哋嘅心，你點可以練翻嚟㗎？俾人傷害好痛。如果我打人嘅話，佢都會痛。防止歧視自閉症兒童宣言，我在此承諾，避免用有色眼鏡去對待自閉症的兒童。在他們有危難時，請盡量伸出援手；在他們犯錯時，請多多包容和提點他們。在他們哭起來時，請多多關心他們；在他們生氣時，請好好疏導他們。在這不同種族的世界裏，我們要學會接受和包容。每個人都有佢哋嘅長處同短處，我哋要學懂欣賞他人的優點和包容佢哋嘅缺點。請唔好帶住歧視嘅眼光，同埋盡量用接納所有人嘅心態接受我哋呢群自閉症嘅兒童。社會係一個關愛共融嘅地方，社會咁大，足以容納唔同種族、性別、性格同膚色嘅人。請唔好帶住歧異嘅眼光同有色嘅思想去睇待佢哋。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活出真我，追尋夢想，只要唔傷害自己、物品同自己原則下，都可以發光發亮。宣言完畢。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, I'm gonna let it shine.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, I'm gonna let it shine. Let it shine, let it shine, let it shine. Everywhere I go,